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8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中国坚持清零，一寡有病例所在嘛继续咧封控。乌鲁木齐就传出过度封控，有一栋厝火烧厝，造成内底的人未赴走，死伤惨重。中国的百姓即马对清零封控的政策已经挡袂掉啊，所以中国有真侪城市、真侪所在，即马拢发生大规模的示威。上海阁发生大规模警民的冲突，有人互掠去，过程中各人大声喊习近平落台。我也参加过6·4的，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过6·4迄当阵无手机啊，迄个人拿讲话拿录警方逮捕行北方的示威者。上海示威的民众27搁在伫个乌鲁木齐路烧煤，引发警民的冲突。警方强力镇压，有人被逮捕。当局甲掠起人用大巴士开车载走。声援乌鲁木齐反清零抗疫行动第3天，扩大到其他的城市，包括北京、成都、兰州甲武汉。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前方新疆。针对国家领导人公开喊口号是已经500余过进行。路透社报道讲，28透早伫咧北京有2批示威的民众，至少1000人喊口号无愿意离开。别拍了，别拍了！我认为我们只需要去找到他的这个密接、次密接以及这些有可能感染的人，这就够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大清洗。上海已经有很多人被抓进去了，是为了每一个骑手不被封在家里，为了大家能够吃上药，能够吃上饭。上海放人！上海放人！当世界各国拢已经解封，只敢中国坚持动态清零。伫咧过去几天，确诊数连续创新高，全国几个城市封锁更加严。当局为政策辩护，认为这当保住性命，防止医疗体系崩溃。不过民众早就一直封锁解封之间愈来愈挡袂牢。规件示威的行动主要原因是因为乌鲁木齐市的吉祥湾小区24案发生火灾，敢若是因为过度封控，阻碍逃生加救援，造成重大死伤。不过官员否认是因为封控所造成的。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圣露西亚的总理皮耶带团来咱台湾访问，才来拄来无偌久。总统蔡英文会用军礼来欢迎，卖办国宴请伊食饭。伊会拜会咱行政院长苏贞昌、外交部长吴钊燮，卖甲内政部警政署含高雄市政府的官员见面。皮耶伫去年7月份就职了后，这是伊头一届来咱台湾。伊带团来访问，内底有教育部长、国民保险局的董事长，还有圣露西亚发展银行的董事长。今年是咱台湾和圣露西亚恢复邦交15周年，咱总统蔡英文会用军礼来欢迎，卖办到请因食饭。两国卖针对双边的合作、深化友谊这议题交换意见。继续关心9合1选举的结果，昨昏真侪候选人随出来写票，选调台北市长的蒋万安昨昏就四界写票。不过外界即嘛是较关心讲，伊未来要换台北市政府的团队有谁？伊表示伊也咧规划。若民进党内针对台北市区嘛咧检讨是互相相答，讲要找出鸟鼠仔。不过陈市长强调，伊爱负责，所以伊来担。所有的市民朋友，谢谢大家。当选台北市长国民党蒋万安选后四界写票，不过外界已经开始关心到底什么人会使进入小内阁，伊归是副手的人选。不过蒋万安拢也无讲，不过外界认为前高雄副市长李四川是稳重的人选，甚至连对手黄珊珊也被点名。我们都在规划，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专心在施政的推动。这一次大家可能很害怕、很焦虑，担心另外一个人当选，超越了他们对黄珊珊的肯定，这个我都理解。写票行程看到不少支持者为伊加油，黄珊珊强调台北有34万外人，相信中间力量是这摆选举上大收获。民进党陈市长首都之前失败，愿感谢选民的支持，只是党内也掀起检讨的声音，甚至也震撼。选前要提出一票中人的理论的卫福部长苏水元也被点名是战犯之一。我一向就是
咱大人啊哈，家己做代志家己担了哈。那些事情就是，尤其我是选举的主将嘛哈，这一场我是主将，那当然好一切我负责。追战犯的话，这我没有意见了。认为我必须要负某种政治上的责任，我也不回避了。那廖正焕东来也引起争议，立委何志伟来指控有误导入去竞选的决策内底才败选，更加点名黄成国、洪耀虎甲洪耀南这人。不过洪耀虎伫面册批评何志伟，伫后壁破坏设计电视中，引发何志伟不断来回击，讲到自在人心，什么人有权利，什么人是操盘手，选票已经点出答案。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地方的选举，北台湾大饼盘，湘北、基隆、桃园拢是国民党咧换。桃园市长的当选人张善政和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昨昏因嘛拢有出来写票。若民众党是摕落来新德市，高虹安虽讲即嘛选调啊，也毋过刷落来，伊共款嘛是爱面对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个案件，去接受司法的调查和审判。徛伫车顶向支持者的手势道谢，以13万票差距赢对手的国民党桃园市长当选人张善政。早起9点为南区总部开始展开写票车队扫街。对于桃园市议会拿赢胜出并无过一半，张善政表示将来施政无分压力。公共工程让我们市民安心。二方面，我们重要的政见希望大部分都能在今年能够开始实施。我们正在多方征询人才，基本上也是放下蓝绿。同款将热地变热天的国民党基隆市长当选人谢国良，透早伫市党部主委吴国成陪同带领车队出来写票。面对国民党籍议员为16席减为13席，伊并无真贵，国民党爱结合其他党也是无党籍议员，变做执政人平。那三将大型的做公益上电动机车证件也一定会实现。不能够只为单一品牌来做一个最后的决定，但是国内的几个主要的品牌，我都会委托一个我委任的专家学者小组来完成。这摆话题上相关的，新德市长当选人民众党高虹安，也毋过防控诈领立法院助理费案，北京已经分案调查，那一审判有罪，恐惊面临停职。民进党团总召郭建明也伫面册发文，伊是毋是去顶选也毋知引起关注。如果说现在要因为政治的追杀、政党的不同而要去发起罢免，我觉得这是对市民朋友的一个非常不尊重的一个事情。民进党第3季摕到5冠旗，创党以来上差的纪录。党内拢是检讨的声音，立委可递解召回。内阁恐惊需要小跨改组，时间点可能落伫明年1月。林佑昌、地文田等人的动向真受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伫这个月选举受正大的打击，敢若摕到南部4个县市和平湖，若伫台南和屏东嘛是险险选赢，只有伫高雄的陈其迈有较在。即马党主席蔡英文第一时间已经辞掉党主席，有人是风声讲陈其迈希望陈其迈出来接民进党的党主席，陈其迈是回应讲伊尊重党内决定。周春美的定价拍拼。伫车顶下手，民进党屏东县长当选人周春美27号透早扫街写票的时阵，面顶总算有笑容。因为26号开票的时阵，对手国民党苏贞全的票数一路对调调，一直到尾9点，周春美才宣布当选，但有赢1万外票，互苏贞全质疑开票的时阵有问题，无排除验票。一个县有多少人？那20岁以上有多少人？怎么也都在变？选举过程中。第一，开票那么缓慢，那再来就是有误指的情况，好像又不是只有一件。投票率跟其他的直辖市、其他的县市是不太一样的，那还有其他的因素，所以大概就是冷静面对。原本民进党应该真稳当的屏东煞差一点互对手变盘，外界分析是屏鄂公路因为郑秋霸力塞车压出民怨，都有初选的纷争一直消耗力赢的选举能量，但选了真惊吓，搁有台南，原本民调差真济，现任市长黄伟哲甲国民党候选人谢良介开票刷到有差4万外票。访问讲是毋中央失真歹拖累地方，黄伟哲认为毋是，表示会来检讨。我们的政绩是没问题的。但是在选举的过程中，可能是因为我们是比较站在守方嘛，那这个对手当然就可以开支票了。民进党伫即摆都摕到南部4个县市甲平湖是真大的挫败。总统蔡英文26号暗时宣布辞掉党主席的职务，并传出会由成功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代理。党主席最重要的工作，按照民进党的
过去的惯例跟制度，就是衔接把党务做好来尽速的让新的党主席能够产生。陈其迈表示尊重党中央，2018年败选的陈其迈，即摆变成选了上稳的人，互黄伟提顶党内同志嘛乐观其成，希望陈其迈会使主持刷落来的党内改革。记者陈焕武、面昭冠南部报道。赶紧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会继续减少，敢若伫遮方面的也有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雨，其他的所在伫今仔日拢是侪份好天，会看到日头。日时的高温大约有30度，也毋过早时暗时温差有较大。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明仔载这2天，各地拢是侪份好天的天气，敢若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落地渐雨。温度的方面，上低温大约是21度、22度，也毋过日时的时会较温暖，而且有小可热，高温有29度至32度。早时暗时温差较大。若明仔载暗时方面就会通过，东北季风会阁增强，冷空气会落南，就会开始变天。拜三、拜四，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高温差不多剩20度左右，上低温嘛刚剩16度。拜五到礼拜温度才会小可回升。来关心意大利正出名的温泉观光景点伊斯契亚岛，日落因为落大雨，水崩山，上无有8个人死亡，13个人失踪。另外，智利和俄罗斯的火山最近是有碰严重，两国拢为着防灾，有动用无人机来监测火山的动态。慢慢爬上楼梯，意大利的伊斯契亚岛的居民在警察人员的协助之下，为家园撤离，转移去避难所。意大利的伊斯契亚岛过去是以区邻海岸的景色甲温泉，正做有名的观光景点。也毋过日落透早的大雨所引发土石流，互真侪居民未赴逃生，真侪人死亡失踪。Difficile da credere, cioè ha portato via macchine, ha portato via lampioni, ha portato via qualsiasi cosa. Ci sono delle macchine che sono messe in alto, di lato, e uno passando non si spiega come sia stato possibile questa cosa. 部分面体和土石流冲毁，佮有部分车辆一路互冲到海边。消防局出动70名消防员走找撤离当地居民，因为当地的大型机器无够，消防人员佮为外口用海运搬来几台怪手清理土石。根据意大利爱知新闻社报道，意大利副总理萨尔维尼表示，至少有8个人死亡。另外，有当地媒体报道，差不多有13个人互通报失踪。也毋过，即马拢无官方证实相关的死亡失踪消息。离附近上近的城市那不勒斯嘛已经派出救援，也毋过天气无好，暂时真歹过去。镜头刷去南美国家智利，当地维利亚利卡火山第2是熊熊一直喷气，过当看到勇敢扑出地面，互当局救援警戒做黄色的警戒，甲距离火山口超过500公尺列作危险区。Un proceso de somerización o superficialización de su lago de lava. En este contexto es esperable que pequeñas explosiones se puedan generar y que estas explosiones emitan material particulado y rocas calientes o alta temperatura alrededor del cráter. 另外，俄罗斯的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最近嘛开始咧震动，有可能会随时喷发，因为这个火山捌伫2019年3月喷发，当时的火山湖达到4500公尺悬。目前这2个国家为着要减压火山的动静，嘛拢用无人机继续监控。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感谢您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本土疫情的部分，昨天是新增加13276个本土病例，25例死亡。本土的 BA.5 疫情，过去1礼拜确诊数比顶1礼拜减18.6%。疫情指挥中心今嘛是表示，1礼拜就会宣布放零最暗令的政策。来关心自由时报，时代力量伫这届9合1的选举嘛是输忝忝。全台湾伫议员这部分，敢若摕到6个议员，甲顶一届16个，看起来相比减真济。党主席陈椒华昨暗开临时决策会议，辞掉党主席。也毋过党内有人爱伊继续留落来拼，伊是对外表示，伊抑阁在思考。继续关心联合报，民进党9合1选输，有人认为这个延长兵役可能是引起少年人不满的因素之一。
经济指出，国防部恢复征兵制、延长做兵这个政策会继续推动。12月中的时，只要经过总统蔡英文核定，就会当实施。不过，因为刷落来随要进入总统和立委的选举，有几个民进党的立委即马是主张讲，这个政策一定要先伫立法院讨论过，袂使直接实施。那这届的选举，毛进行18岁公民权修改宪法的复决公投，不过敢若摕到564万张同意票，并无通过。民间团体是表示，因未放弃，会继续推动，甚至有可能搁一摆提出修改宪法复决的公投。今日起，青年民主协会办公室壁顶是18岁公民权修宪的标记，桌顶是还未发掉的宣传单甲开线。8、9个月前提头，到11月一大个公民复决，结果是无通过。就侪民众伊个袂赴来了解这个议题，所以讲网络顶悬有足侪是毋是正确的，即讲。比如讲，18岁会当来选总统等等的这一些资讯，那其实人民其实对宪法也是无了解。这届复决同意票敢若564万票，离通过搁差别400万票，整体投票率无到6成，互复决通过搁较困难。这个结果看伫已经为着18岁公民权拍拼足久的高中生眼内，嘛是真艰苦。当然啦，我们就是辛苦了8个月，然后看到只有这样的结果，昨天还是大哭一场啊，对啊。考笑了后，多位开表示，嘛会继续伫菜市仔宣传，甲欠的迄400万票甲救过来。另外有学者表示，这届复决结果其实是受到选举真大的影响。出来投的人，足侪感觉是足侪人都想要修理民进党，所以呢，投出来结果，足侪人出来投，但是投无同意，所以有同意比无同意差1点仔尔。亲民协表示，未来可能会透过拍宪法官司来继续诉求18岁公民权修宪，嘛呼吁立委既然有共识，就要负起责任提释宪。不过吴柏宪是认为，若民众即阵拢拒绝这个提案，立法院甲司法院嘛真恶违背人民的意见。记者林书豪台北报道。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2个月时已经下令禁止卖中国华为和中兴通讯等5间中国通信商做的新设备，理由是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风险。除了华为甲中兴以外，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点名，一个诺基亚监控设备大厂海康威视、大华科技，一个汉能达。FCC 认为中国通信商的设备会对资料的安全构成风险，禁令的决定上面以4票同意、0票反对通过。另外，因为担心中国当局透过影音共享 App 摕到用户的资料 ，FCC 官员最近也呼吁限制抖音伫咧美国营运。FCC 这项命令的依据是总统拜登去年11月签的安全设备法案。这项法案的出发点是要阻止任何对国安构成风险的通讯设备得到 FCC 授权。这是 FCC 第一遍以国安为理由禁止电子设备，延续前总统川普任内对华为、中兴的限制。伫过去，美国当局只敢限制企业禁止使用联邦政府资金为华为加中兴的设备。一项新的禁令是包括支付的采购案。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南韩的卡车司机要求上低的薪水保障，讲的是永远的保障。不过官方即马敢若愿意答应延长3年尔。南韩专讲2万外的卡车司机就发动大罢工，即马对南韩的运输产业已经造成影响。南韩的总统尹锡悦就表示，可能要下令要求这司机要强制回去上班做事。罢工司机大声发口号，因主导的物流运输是推动南韩经济真重要的一部分。不过，拜是透早有不少货柜卡车停伫路边，工会估计差不多有2万外的卡车司机参加罢工。안전운임자만이 화물노동자를 보호할 수 있는 유일한 법제도입니다.
因为燃料成本一直起，卡车司机要求南韩政府将原定年底到期的安全货运运费机制，也就是最低薪资保障改造研究制度。不过官方敢若承诺搁延长3年，双方协商破裂。面对又搁罢工，南韩总统尹锡悦态度强硬，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替国家供应链做威胁是非法，而且互人无法度接受。尹锡悦放调讲，考虑用强制开工令，违反规定会互人处最高3年徒刑，也是有3000万韩元的罚金。 일방적으로 강행되는 화물연대의 집단 운송 거부는 국가 경제를 볼모로 정당성과 명분이 모두 없는 매우 이기적인 행동이라고 하지 않을 수 없습니다. 这届罢工离顶届较无半年，今年6月，南韩卡车司机也要进行8天的罢工。迄个时阵，包括晶片、石化甲汽车产业拢受到冲击，地区交汇延误，甚至被迫减产，造成370多亿的代票损失。后来政府让步，罢工才结束。不过，这届当局放调讲对非法罢工行动已经无法度去吞论。 烦恼罢工的也有拜登政府，美国上大的铁路工会进前投票否决劳资双方9月所达成的协议，可能要在年底发动大罢工。到时阵铁路交通业做规个拢停，会冻结将近30%的美国货运量，一天的经济损失都达到20亿美金，而且会互通货膨胀搁再压悬。在这个同时，英国的护理人员也想要在后个月罢工，因在疫情期间工作的压力增加，即马搁因为2位数的通货膨胀真悬，面临趁无够用，所以决定罢工2天，要求加薪。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加拿大推出新的印太战略，包括提升伫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和网络安全，要防止中国国有企业去买重要的矿产。文件当中嘛写讲，中国即嘛是一个愈来愈破坏性的强权。继续关心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关键基础设施，影响供电和烧气。即嘛寒天到啊！ 有气象单位就表示，乌克兰伫要落大雪啊，温度会降到0度以下。那俄罗斯的军方撤离南部赫尔松了后，随即轰炸，造成当地有32个百姓死亡。继续来看，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带伊的查某囝去视察飞弹相片见光了后，北韩的官方媒体伫昨昏佫继续曝光，伊这个查某囝是尊贵的千金，而且是金正恩上爱的囝。 专家是认为讲，这个查某囡仔未来接班的机会真大。镜头搁等下咱过来关心花莲县的富里乡乡长的选举，有候选人张永荣10月初时宣布退选，也毋过伫拜六登票的时尾啊，伊是选调。选委会是表示，因为按照规定并无退选的机制，总共伊无去就职，安尼当地就会继续举办补选。 47岁为北部返乡当花莲妇女参选乡长的张永荣，突然伫10月初3向面册公布退选声明，内文广告是家庭因素，各种户籍刷出，就要到日来投票结果，刷比争取认真的现任乡长，但因冲关出18万票。说退选，怎么又出来选，又他当选？说人还在国外呀，没回来啊，我不知道啊。 花莲县选委会表示，宣布下无退选机制，张永荣经过登记参选，各符合资格，又完是候选人，自行宣布退选，并未影响选举进行。也毋过爱注意选时就职时间甲户籍，敢是伫这个所在。 如果他未能在该地区这个涉及满4个月的话，这时候可能就会有地方制度法第79条第1项第6款的规定。那这时候上级机关就会依法解除其职务。如果说因故未能宣誓的话，是可以由上一级机关来另定期日办理宣誓，没有错。 退选啊，也会当选，主要原因是支持者无放弃，组成后援会，继续积极补选催票，结果竟然当选。现在已经目前。 他是一个合法的这个当选人，是。那后面他可能所要面对就是他选择就职呢，还是他可能要选择辞职？他如果选择辞职的话，那可能3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办理补选。县选委会强调，若讲张永荣伫规定时间内无就职，也是将户籍刷回，富里乡将举办补选。另外，争取认真的现任乡长张延聪是无愿意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那即届选举有真侪人是头一届参选就选调，伫家己有网络红人选调，嘛有涉案的主嫌，拢选调议员。另外，长期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弱势，而且捌因为拆迁户的争议，甲警察家。伫屏东的无党籍议员蒋月辉，即届嘛有顺利选调。路边唱歌写票，蒋月辉因为将女警架着伤，捌登上媒体版面，无正当职员靠家己连任屏东县议员，也将我27万选举补助款全部捐助弱势。我觉得这个是奇迹啦，因为我在拜票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说你什么都没有，你一定不会当选的，而且还给我比这样。选情下换新娘衫，记录从7选前，田景望红直播主某年灵希将名改做无分纳入支持成专区的色水电心节，参加嘉义市议员成功晋级议会，也有职棒解救案主嫌外号护女仔的蔡正琪出卡了后，投伫嘉义县议员选举伫第4选区以上关票当选。他真的很高兴，很谢谢大家对他的肯定。民众党新人学者黄静莹头一摆投入选战，伫台北市苏北选区摕到第1名成绩。觉得很像做梦一样，因为从来没有想过，本来自己预估自己应该会在中段班左右的成绩。在台湾民众党的这个部分，有很多的素人，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家是第一次出来，我觉得能有这样的成绩单，算是蛮漂亮的。除了黄静莹，郭家军也当选北市4席议员，变做议会第3大党会当组党团。市议会换新会，像拿赢林行吉、杨世道、连赢林延峰、甲考越高，就以上等等拢是以成人的姿态当选。也毋过反过来看，梁文杰、江志明、林水道、甲林永明等老将拢摔落尾。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地方放送头来关心滨科大野生动物保护所受林务局的委托，对2015年开始有监测野生动物的活动，发现姜仔也有台湾乌熊，也是姜仔好食的，在保护类的动物数量拢有增加，而且因活动的范围嘛变较大，独就好数量下降。行到树仔边乌熊片顶悬的食物站，滨科大野生动物保育研究所伫玉山南溪林道坑矿物岩进行水路饲养实验，煞意外看到乌熊来。因为林务局委托为2015年开始长期监测野生动物，滨科大野保所发现物种数量大部分是稳定生存，也是平平啊。尤其最近2年疫情期间更加明显。分布的范围，我相信在疫情期间，因为人类活动、人类干扰的情况比较少，所以它原本不太会出现的地方，它们也慢慢开始出现这样子。规只鹿仔做伙食草，像鹿仔、山姜仔这的五地类动物，疫情前的数量就有较侪。疫情期间扩大生活范围，疫情等候咱人开始活动了后，嘛出现问题。生存的环境其实毕竟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多少会带来一些困扰。譬如说水鹿。它的活动范围扩大，然后它其实开始造成一些农损。好奇看一粒镜头的台湾狗，也有日时出现的石虎，顶规个画面全部拢记录落来。不过咱人甲野生动物的生存会互相影响，动物不定就造成农损。不过亲像石虎、拉力这些浅山动物，也因为咱人的行为会无性命，数量无增加，颠倒减少。第三动物，它们除了受到人为环境、人为的行为以及路杀的情形的威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流浪动物，也是一个造成第三动物生存的一个压力。疫情等候了后，动物的生活范围可能会搁救起。不过野保所也是呼吁民众唔通骚扰，也是搁饲野生动物。林管处搁提醒唔通随便弃养猫仔狗仔，以免造成生态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杜仔柑最近大出，品质嘛好，价格嘛悬，不过产量已经是一档比一档搁较减少。今年的产量搁减2成至3成。台东的农改场是表示，因为今年减产，主要是因为果子丛、果子树去喂到一款叫黄龙的病菌，而且搁有头山啊、高山啊偷走去慢。杜仔顶的产地伫咧台东县成功镇，每年11个采收上市，即马正大出，有真侪民众来试食。今年有一寡杜仔顶看起来外形无以前遐水，是因为顶个月伫咧结籽的时阵一直落雨，皮去伤着。不过台东农改场评价讲袂影响品质。糖度的部分呢，就是9到11度，那最高有到13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消费者放心选购。
农民讲，因为天气的影响，今年稻菜顶的产量大概会减少2成到3成，不过计价一斤也阁能维持伫咧90块左右，而且拄上市订单就接袂煞。不过农改场发现，稻菜顶的产量甲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较少，自10几年前100多公顷，今年只敢剩75公顷。主要是受到黄龙病菌的感染。那只是说它传播之后，它没有植株不会马上死掉，它会慢慢发病。那发病之后，它的植株就黄化，然后产量慢慢的减少。农改场讲，这种病菌只要控制传染源，就能降低损失。不过稻菜顶减产，也有高产的危害。再加上农民这么年纪愈来愈大，这款问题拢需要想办法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新华消息来看，今年10大对抗癌症的勇士，这是一个57岁癌症的患者，伊号做邓玉珍。2当前去治疗脑癌，有开刀保住性命，也毋过有留落来严重的后遗症，筋肉拢无力，敢若会当倒伫眠床。也毋过伊无放弃复健，而且对伊的后生去做训练，甚至尾也阁去参加健力比赛，热爱性命，无互癌症拍败。对轮椅顶面豆豆爬起来，煞来行向前，并且徛上举教练台，双手划掉咧。听到指令了后，成功把教练举起来。伊是57岁邓玉珍，因为长期头壳晕、头壳痛，行路会绊倒，就医检查查出是脑瘤，手术了后留下严重后遗症。规身躯无力，必须在床。后来得到教练的后生练动力训练，成做台湾头一个健力3项比赛脑瘤的患者。还好有他们，还有今天，要不然我是一个彷徨的。有一个因为胃癌而甲胃拢切掉的杜景维，手术了后引发筋肉减少症、骹手无力这症状，接触太极拳了后，也去参加比赛，得到冠军。我试着去尝试运动，可是因为我肌少症，然后血糖过低下，我选择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太极拳，用非常缓慢休闲方式，身体状况逐渐的康复。癌症伫国内已经连续40年是10大死因的第一名，不过随着医疗进步，癌症死亡率下降21%，死亡的年龄也延慢6岁。即要经过治疗，绝大多数病人也是会使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过去就是重点就是放在手术、放射治疗、化学治疗，现在有了标靶药物，有了免疫疗法、免疫抗体或者免疫细胞治疗，使得整体的癌症的治疗的成果非常的好。赖基明表示，癌症无可怕，就算得癌，也是有真侪医疗甲优质的照护系统，让癌症慢慢变做慢性病。一位探索发现，及时接受治疗，甲癌症共存，相款会使甲生活过较精彩。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设一个机器人的复健中心，有一个19岁中风的查甫病人，经过3个月的复健，即马已经会当爬山。那复健机器人嘛有去帮助脑性麻痹的囡仔，让这囡仔恢复健康，而且会当顺利治疗。6岁小心由早产造成脑性麻痹，以前我会用辅助器具，这2天到北医用机器人复健，即马通家己行路啊。传统的物理复健的话，它比较注重在它的肌耐力方面的训练，但是在机器人的辅助之下的话，它可以走路的姿势是比较正确，它会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走路的姿势。另外一个29岁林先生，佫真少年，虽然脑中风变衰，经过下机器人训练了后，嘛通正常生活。走稳了，那老师说，那我们来练交互蹲跳，然后接下来又开始练跑步。其实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想我一个中了风的人开始练跳、练跑步。北医统计，使用机器人复健的病人内底，脑血管疾病占8成，肋骨受伤占1成，佮有儿童脑性麻痹等等。复健机器人的性能有分悬、中、低，通照病人的状况，协助恢复损伤的肌力、神经佮骨头筋膜，嘛会减少代偿作用。代偿作用产生的时候，他就习惯了用了这个原来的代偿的方式来行走了。很早的介入的时候，他其实这些神经的记忆都还在的，然后再把这个力量练出来的时候，它其实恢复就是比较是2侧是比较一致性的这样的功能的。北医表示，病人的神经参骨头筋膜受伤，黄金恢复期是1天，机器人介入到3天复健，通缩短行路训练的时间，1个月至半个月。这2个病人嘛拢伫医内黄金治疗期内恢复良好，不过目前这项治疗也未纳入健保。记者电台小凯台北采访报道。
即马国民健康署有设计一套互动的游戏，是要来推广正确母乳的知识。医生就表示，饲母乳饲到6个月了后，会当开始互囡仔食一寡副食品。也毋过嘛建议讲，母乳袂当断，就算囡仔发喙齿发芽，母乳嘛上好爱饲到2岁以上。我有听朋友说，就是6个月之后，就是母乳的营养成分会越来越少。那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配方奶了呢？甲拄满过幼儿园抱的这个妈妈对医生提出伊的问题。这些各式各样的一个均衡的营养素，这个食材去做成的这个副食品，这个是帮助宝宝能够更好的一个成长，这个叫做副食品，所以不是去加配方奶。真侪妈妈拢想要饲母乳，但是会惊家己的母乳无营养或者是无够。医生表示，妈妈的心情爱放轻松，唔免特别食啥物物件来发令。其实只要宝宝多吸水，所以宝宝如果他想吃，我们就喂他，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奶水就很足够。国健署收集民众对母乳的背书，最近发表一套线顶的游戏，互当咧饲囡仔的爸爸妈妈，也是准备要做爸爸妈妈的翁仔某参考，哪算哪学。母乳的成分有90%是水，母乳宝宝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分，对还错呢？喂母奶的孩子啊，他其实不需要再喝水，因为母奶90%以上都是水分，没有错。那即使在很炎热的夏天，那个水分都是够宝宝的。卫教署表示，透过游戏会当互少年爸母知影正确的母乳资讯。国健署嘛当咧推广，邀请民众伫12月初1之前去线顶挑战，就有机会抽大奖。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海墘的灯塔是替讨海人指引方向。若伫做这道的灯塔守护人员，拢是爱处理所有大细项代志。交通部的航港局即马就有甲10个灯塔守护故事翕做纪录片，而且举办展览，带乡亲同齐来看。我爸爸应该会在那样子很孤苦、很孤单的环境里头工作的人，应该他们对灯塔本身有某一种理想或某一种热忱。灯塔秀每日都爱注意灯塔的状况，而且因为灯塔徛的所在拢较偏远，工作生活大细项事拢爱家己来，规工拢咧无闲，而且常常四界轮调。嘛，因为安尼对因四界搬徙的厝内人也常常拢是孤单的。我小时候呢，我妈妈有时候都干脆告诉别人我是哑巴，因为基本上我是不说话的。在这外的人也没什么休息，也没什么工作时间，自己也搞不清，就日夜颠倒的，反正24个小时都有工作。交流部航港局即阵甲10个灯塔秀的故事翕做纪录片，也举办展览，帮大家了解灯塔的故事。以光为家啊，那灯塔人的故事啊，这样的一个主题。来拍摄10支的纪录片，来记录我们灯塔人还有灯塔家族整个非常珍贵的这个他们过去在贡献灯塔工作上的整个的历程。灯塔秀展览即马等咧台北市北皮寮举办，展出到11月底。交流部表示，灯塔秀的故事以前干那文字，到呾有影像的记录，现主是也透过 VR 技术等等，帮大家会使以多元角度了解灯塔的文化甲故事。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嘛是要了解文化甲故事，这是屏东大学的图书馆最近有推出一个小解屏东文学的展览，整理出在地文学100年发展，佮有屏东的作家和作家的文字、影音和红仔册同齐展出，要互民众感受屏东文学的生命力。屏东大学伫学校图书馆推出屏东文学展，小解100年来屏东文学史和无共族群的作家兼作品，来呈现屏东文学发展的丰富多元。文学就是一个文化的展现的方式。那屏东大学有一个专区，让大家都知道，原来屏东人或是在屏东待过的这些作者，他有这么丰富、这么多元的一个展现。展览开幕的第一日，都有侪屏东的作家来到现场参与，也真欢喜看到地方渐渐重视屏东文学，让大家知影地方的文学史从来都唔是空白的。屏东大学一向对屏东的屏东学、屏东文学不遗余力的去推展，甚至推向国际。那所以呢，我对屏东大学是非常感激的，要有这样一所大学呢，来带动它的活动。
屏东文学展有规划侪种不同款的展区来紹介屏東的作家合作品，而且無替作家拍紀錄片，甚至更有做動畫紅冊，要讓大家看到屏東的藝文實力。那屏東大學增加的部分就是我們的這一個影音室。影音的那個作品區，因為這裡面呢有屏東作家跟屏東文學身影，包括今年去世的曾歡老師，還有許師老師，我們都幫他拍了一些文學的紀錄片。那另外呢，就是這個跨界繪動屏東，也是我們這一次增加的，在多元的繪本，甚至是不同科系合作起來所推出的動畫繪本，都是這一次展的一個特別的之處，這樣子。屏東大學推動屏東文學的研究已經有11檔，整合這麼多年來成果規劃屏東文學展，也希望鄉親會當帶囡仔做伙來看這充滿生命力的地方文學。記者綜合報道。現代人食老麥當愈活愈健康，若做些年歲就會愈晚退休。社會體制敢已經準備好勢，也毋過即馬根據澳洲2021年有一份調查，發現佇澳洲40歲至61歲的人，即中年以上的人去找頭路是真好找，而且有超過一半的中年人要去找頭路的時有防歧視的經驗。65歲戴安娜·羅伯茲佇咧英國政府的機構內面做了30幾檔了，50多歲轉到伊故鄉澳洲，有管理學術的背景，國家過去佇咧衛生社會關懷部門做過主任，本來就是講轉去澳洲找頭路無問題，也毋過這7年來一直攏無法度找到適合家己專業加公司的工作。I think that's a very ageist concept. You know, older people often can't work full-time hours, but they can be great at 4 hours a day, 5 hours a day. 羅伯茲捌佇咧一禮拜寄15張找頭路的批，也毋過攏無回應。伫澳洲人力工作網適合輸入年紀的條件加工作需求，正規的工作有260件，也毋過兼差只敢若3件。像伊這種有經驗加專業的人力，攏被浪費。澳洲人權委員會2021年調查發現，有63%的受訪者佇咧過去5年有過年紀被歧視的經驗，包括找頭路加貸款。其中40到61歲人佇咧找頭路時陣，常容易因為年紀被頭家拒絕。也毋過正趣味的是，62歲以上的人，就算伊本人無需要，也毋過定了一寡身份人會主動甲因鬥相共。專門佇咧治療老大人疾病的澳洲醫生凱倫西區考克講。澳洲社會對老大人的意識，一個老了人性的管理觀念，亦會加強。The elderly are blamed for rising health costs, decreased productivity, and are generally represented within the media as being a burden on their families and on the state. The elderly have internalised this. My patients constantly apologise to me for taking up a bed, for being a nuisance, and for being a burden. 醫療科技加生活品質提升人類的壽命。澳洲男性的平均壽命81.5歲，女性是85.3歲。囡仔生少，老人愈來愈多。各國政府佇咧這麼高齡社會時陣，就要善用中高齡族群，補無夠的人力。公司新聞張淑芬編輯。剩無1個月就要過耶誕節，佇歐美的國家即馬行路已經開始攏在點燈。今年拄到能源價格大起，民眾想要感受過節氣氛，毋過驚講電錢是真傷重。法國即馬就有一間公司開發省電的裝置，7點鐘就會當自動禁電或斷電，按算安尼會當省4成的電費錢。看到這種七彩燈火之外的裝飾品，就會馬上讓人感受到耶誕節的氣氛。為了迎接一年當中上界重要的節日耶誕節，真濟歐美國家的城市已經開始咧準備過節的時陣，來佈置街仔路用的燈彩。但是今年受到烏克蘭加羅西亞戰爭的影響，全球的能源費用大起。以法國來講，甲舊年比起來，能源的費用差不多起20%。要安怎盡量省電省錢，佫會當讓大家感受到過耶誕節的氣氛，就變做一項真大的挑戰。在法國東南部城市沃克呂茲，這間專門製作耶誕節燈彩的公司，因利用回收的寶特瓶塑膠乾仔做材料，再佫透過3D 列印的技術，做出燈彩的架仔，所以這燈彩本身就是非常環保的。上重要的是，公司的研究人員用這種叫做 Temple Box 的省電裝置。燈彩放在室外的所在，完全唔免有人特別去操作，就會當自動省電。C'est-à-dire que ce boîtier Tempo, une fois qu'il est connecté au décor et qu'il a l'allumage public qui lui donne son signal,
au bout de 7 heures, il se coupera automatiquement. 这种省电装置对公共空间的灯彩来讲非常方便，所以就连法国巴黎上界出名的香榭丽舍大道，今年嘛决定要甲这间公司合作，使用因做的灯彩。Et nous avons réduit de 40% leur consommation énergétique et leur éclairage se stoppera aux alentours des 23h45. 为着要省能源，巴黎市政府决定，今年香榭丽舍大道的耶诞节灯彩，除了每暗11:45就会关掉，另外有布置灯彩日期嘛会提早结束。2023年的跨年活动过去了后，1月2号，香榭丽舍大道的灯彩就会隆重拆掉。虽然有淡薄仔可惜，但是在能源危机真严重的情形下，至少有互民众过一个灯光闪闪、真水真有气氛的耶诞节甲新年。记者甘连恩编译。刚才咧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1度，上悬同款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29度，外岛18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去9点，咱再会。